The Chosen 選文，文章題目：生存之道，作者天南，文章源自蒲公英，聲音導航者游靈。小島上嘅生物繁衍眾多，資源不足拉起警報啊！大家群聚起嚟討論緊，應該將邊個驅逐出境呢？就毛毛蟲啦，佢淨係識得食嫩葉，又唔識得生產。毛毛蟲急忙反擊啊！我會成為蝴蝶㗎，傳花授粉，功不可沒㗎喎。蚯蚓啊，蚯蚓先至係破壞土地嘅兇手啊！蚯蚓趕緊澄清，有我喺土地裏面忙碌咁樣轉動，植物先至可以生長得旺盛㗎咋。一陣攻防後，矛頭指向蝸牛。蝸牛專食植物嫩芽，食完就匿喺殼裏面瞓懶覺，最冇貢獻嘅佢。面對住四周嘅夾攻，蝸牛低住頭顫抖着，唔知道會被如何發落。突然間，大家都驚慌逃跑。一隻大鳥好快咁樣飛嚟，蝸牛走避不及，被一口擔住生吞咗落肚啊！佢本能咁樣將身體捲縮埋喺殼裏面，奈何外面天旋地轉，水深火熱，就係咁樣縮埋一嚿，死守住生命。唔知道過咗幾耐，一陣陣嘅壓力幾乎要壓碎蝸牛嘅殼。佢就嚟要分缺休克啦！陣陣嘅清風吹嚟，蝸牛探出頭嚟，原來自己已經隨住鳥糞排出體外。當佢慢慢咁樣爬出糞堆，眼前乍現一座土壤肥沃、植物扶疏嘅島嶼啊！蝸牛先至發現，原來自己堅持到底、永不放棄嘅態度，就係生命不可缺少嘅能力嚟嘅。佢幫助咗自己，從一次次嘅厄運中突圍而出。蝸牛終於能夠俾自己一個肯定，展開全新嘅旅程。希伯來書3章14節。我們若將起初確實的信心堅持到底，就在基督裏有份了。當我軟弱，你沒有離場，你安慰我，在愛裏建造。會跌倒，仍會失信，在羞愧裏，你找到我，作我永遠